新年快樂！世事沒有巧合嘅。我拍呢條片嘅時候呢，同宇宙許願啦，就係只有好彩嘅人先會睇到呢條片入面嘅資訊，而且睇晒成條片嘅女士呢，今年財運會爆升。好多時女士啦，想用吸引力法則啊去得到財富，但係無奈可能你得到嘅就係人哋請你食飯啦，或者咧係幾百蚊嘅進帳。雖然我哋都要感恩，但我哋真正想要嘅大目標啊，或者大錢咧，就好似遲遲都未嚟喎。而咧，可能你哋有啲意外之財啦，但你發現好快亦都會有意外嘅，源自於咧就係2026年啦嚇。你嘅表意識啦，可以吸收好多新嘅知識，但係你嘅潛意識咧，仲係停留喺古老石山20萬年前。佢唔知乜嘢叫吸引力法則，佢覺得吸引力法則咧係一啲好虛幻啊、冇證據嘅嘢嚟嘅。所以咧，今日呢個影片咧就係幫助我哋正確認識吸引力法則咧，其實係同量子力學大有關係嘅。當你潛意識開始理解到原來你係做緊啲好科學嘅事情啦，自然佢就會幫助你同宇宙落訂單，去成功顯化你嘅目標。我叫吸引力法則小姐 Yan， 咁我喺 YouTube 咧教咗6年吸引力法則噶啦。過去咧我係一個大學畢業之後10幾年啦，都係停留喺月薪2萬港幣嘅代購嚟嘅。每個月咧都係因為覺得唔夠錢使而煩惱，但係透過正確理解吸引力法則同量子力學嘅關係，我成功改寫咗我嘅潛意識，顯化咗8位數字嘅港幣財富。過去6年啦，亦都幫助超過600位女士啦，顯化咗超過6億以上港幣嘅生意額。今日我會同你分享一下啦，吸引力法則同量子力學一啲即學即用嘅技巧啦，令到你咧可以喺顯化嘅道路上咧慳翻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嘅。第一點，量子糾纏。2023年啦，全球嘅物理學家啦，佢哋用咗無數嘅人力同埋資金努力下啦，終於可以影到人類史上第一張量子糾纏嘅相啦。呢張相係咪好似我哋成日睇嗰個太極嗰個圖呢？嚇，量子糾纏咧係講咧就係兩個曾經互動過嘅粒子啦，即使你將佢哋分開，只要你改變其中一粒嗰個嘅轉動咧，另外一粒咧佢唔知點解佢係會感應到佢都會轉埋一份嘅。呢個完全唔受距離同時間影響。呢啲咁重要嘅物理特性，幾千年前居然我哋嘅祖先一早知道，並且透過太極圖話俾我哋聽。太極圖本身咧就係形容宇宙初始嘅狀態嘅。咁你話啦，同科學有咩關係呢？因為喺物理學講啦，成日都講呢個世界係宇宙大爆炸嚟噶嘛，就係由一點爆出嚟噶嘛。簡單嚟講咧，就係你同你嘅理想人生啦，本質上一早已經係存在嘅。咁你會話啦，本質一路存在，點解我未同佢糾纏到呢？就係因為你嘅能量偏低啦。當你個人充滿恐懼、焦慮、擔心嘅時候啦，你個頻率就係低嘅。當你低頻率嘅時候，你只可以同一啲低頻率嘅事情糾纏，例如一啲爛桃花唔順利嘅事啊、突發開支啊，或者事業停滯不前嘅，埋怨呢啲事都冇用噶啦。你要做就係問下自己，點樣可以提升自己嘅頻率能量，變成高能量版本嘅自己。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個版本嘅你嘅，你就當2間房咁樣啦嚇。如果你而家呢間房入面好多垃圾啊，好多嘢你唔中意呢，你嘅責任就係走去另外一間房，另外一間房就係理想版本嘅你，充滿晒可能你想要嘅人啊、事物啊、財富。由於你走咗去另外一間房啦，咁你舊嗰啲煩惱佢會自動消失喺你人生嘅。咁接下來啦，我準備咗2個問題，可以幫到你探索下點樣做到。第一樣就係，好啦，而家2026年開始啦，我可以放低啲乜嘢低頻率嘅事情啊，或者人，令到我可以去到高頻率版本嘅自己咧。第二條問題就係，我要做啲乜嘢令到我嘅思想、情緒、行為
係一個高頻率版本嘅自己。因為當你變成高頻率版本嘅自己啦，你會發現你過去所有嘅困擾都會留在另外一間房，佢會自動消失嘅，而你就會享受到新版本自己嗰個福利啦、財富同埋感情。第二點，量子穿隧。喺正常嘅宏觀世界，如果你想由一間冇門冇窗嘅房去到隔離房，你需要可能攞個錘啦去剝爛埲牆先過到去噶嘛，諗起嚟都覺得辛苦。但喺微觀嘅量子世界，量子係有特權嘅，喺特定嘅條件呢，佢哋可以直接咧好似穿牆過對面。物理學呢個現象咧叫量子穿隧效應。咁呢一個咧唔係科幻片嚟嘅，而係你每日用緊手機都係靠呢個原理運作緊。特別係你手機入面儲存相啦同資料嘅記憶體，因為當你要 save 一張相啦，電子咧係需要穿越一層絕緣體啦先至可以咧 save 低啲資料嘅。但係如果啲電子好似我哋平時咁啦，見到埲牆啦，佢就彈翻轉頭，你部手機啦就冇辦法 save 到任何嘢，甚至都冇辦法正常運作。正因為電子咧識得穿牆，去無視嗰啲障礙，你就可以用手機啦去 save 低你美好嘅回憶。咁同你人生有咩關係呢？其實咧就係現在版本嘅你啦，去到理想版本嘅自己，中間都係隔住一埲看不見嘅牆。呢個就係你嘅潛意識障礙啦。呢埲牆由你過去啦一啲無意識嘅價值觀堆砌而成，例如覺得自己唔夠好啊，好驚失敗啊。量子力學話俾我哋聽咧，只要障礙嗰個能量咧厚度會變薄甚至咧可能輕微啦裂開少少咧，量子穿隧機率就會暴增。喺心靈嘅層面咧，就係令到障礙變薄嘅方法，就係清理你嘅潛意識啦。當你清走同你目標有衝突嘅價值觀，神奇嘅事就會發生。你前面嗰埲好厚嘅牆會突然間變薄，甚至有啲輕微裂痕嘅。你會發現咧，突然間宇宙會用啲好神奇嘅機會可能係貴人或者一個靈感，幫你直接去做量子穿隧呢個動作，令到你可以好快速變成幸福版本嘅自己。我好多學生清理咗潛意識之後啦，特別係徹底清理之後，佢哋話咧好神奇嘅事發生。原本咧覺得好難嘅事一下子做到，例如1個月啦就顯化咗6位數字啦。有同學做地產一次過買10幾層樓啦。10年出律師信都追唔翻嘅錢，對方居然主動聯絡你還錢。因為意識障礙消失嘅話，你就等於嗰埲牆咧變薄，咁你就可以由舊版本嘅自己啦，直接穿越去新版本嘅自己，而你嘅願望啦就會好快速喺新版本入面顯化到啦。第3點，量子波粒二重性。咁喺現實啦，人同錢係咪兩樣唔同嘅嘢？甚至你會覺得我係咪傻㗎問呢個問題？但係如果你仔細研究微觀世界啦，人同埋錢都有啲共通點嘅，就係大家都有碳嘅分子啦，碳嘅分子亦都會由原子組成啦，原子入面有電子。咁我哋會講下電子有個特性嘅，就係你唔用儀器監察佢，你唔望佢唔諗佢嘅時候，佢係一團一高一低嘅能量波嚟嘅，有無限嘅可能性。但係只要你一望佢一觀察佢咧，佢就會即刻變成一粒粒子狀嘅，佢哋叫塌縮collapse 成為一粒粒子狀。粒子就係我哋現實中組成可能一啲物質嘅一個基本條件啦，就係以前理解就係諗法就變現實。咁大家就會講啦，哇！如果諗法變現實，點解我諗自己好有錢好有錢，我又未變好有錢？所以真相就係90%嘅人都理解錯嘅，唔係你諗就會有，而係你對一件事嘅反應決定你塌縮成乜嘢物質世界。舉個真實嘅例子啦，就係你去一間新餐廳食嘢，打開個 menu 嘅，你見到有啲食物你好想食嘅，一睇個價錢，
即刻縮沙，揀翻個餐牌最平嗰樣嘢食嘅。你呢個反應其實係話俾宇宙聽啦，就係自己係唔值得去享受自己中意嘅嘢啊，係一種匱乏嘅反應啊嘛。匱乏嘅反應會幫你踏縮更加多匱乏嘅現實嘅。又或者啦，你一見到信用卡帳單、稅單啊，你就係肉赤啊，擔心冇錢啊，擔心啲錢走咗唔知點算。你越係咁嘅反應，會幫你踏縮多更加多突發開支嘅現實嘅。所以你要改變你想要嗰個現實，你一定要改變你嘅反應啊！你嘅反應一改啦，你就好似採取新嘅決定，新嘅決定就等於你會踏縮新嘅現實。下次咧見到一樣嘢想做嘅，就去做咗先，因為呢個係有錢人嘅反應啊嘛。有錢人係點啊？佢中意就去做，佢想做就去做，而唔係我要睇嗰個價錢先做噶嘛。如果你以有錢人嘅反應，你咪會踏縮多更加多事令你有錢咯。或者你使咗錢之後要多謝筆錢啊，相信筆錢會翻嚟嘅。好多我嘅學生咧，佢一開頭都要訓練自己咁做，但佢發現改變咗使錢嘅態度，先明白到啲錢係只要我開心使，同埋相信佢會翻嚟嘅，啲錢就會幾倍咁樣翻嚟。好多吸引力法則教學都係叫你正面思考、感恩日記做多啲肯定句，你就會得到你想要嘅結果。但如果呢件事係 work 嘅話，所有人嘅願望一早實現咗啦。真相係同你嘅能力勤唔勤力一啲關係都冇，而係你自己潛意識嗰埲牆阻礙你變成理想版本。而家你嘅潛意識咧，甚至係陷入呢個顯化疲勞嘅。但係如果你可以輕微調整一下你嘅潛意識啦，呢一埲牆可能會變薄嘅喎，咁樣你就會好大機會成功顯化你想要嘅財富啦。咁所以啦，我誠意邀請你參加我哋咧喺2026年量子吸金顯化工作坊，喺過年前進行嘅嚇。咁呢個工作坊咧入面，我會幫助大家啦，用最新學到嘅冥想技術，真正進行一次量子穿梭，重新幫助你嘅意識去調頻，令到你咧就可以減低阻礙你顯化嘅嗰啲障礙啦，幫助你嘅潛意識啦就排毒，令到你嘅能量提升得更加快同埋更加集中。亦都會透露啦，就係我過去做嗰啲咩量子有關嘅事情，令到我一年內啦可以由月薪2萬蚊變成年薪過百萬，同埋咧就係一年內可以由賺400萬去1000萬港幣，係一年內做到。呢個係本身課程內容，我哋從來都冇公開過嘅，亦都會同你分享啦。我教咗咁多學生啦，常見嘅潛意識障礙係點嘅？呢個障礙你唔知夠你一世都會受佢影響，亦都會啦教你初步點樣去克服佢。特別係我哋會做一次 live coaching， 同你一齊探索下你自己潛意識本身嗰埲牆係乜嘢嚟嘅，幫你一齊將佢變薄。另外亦都會幫助你清理啦金錢限制性信念啦。簡單嚟講，你知道呢啲知識咧，會幫你嗰埲看不見嘅牆咧整幾條裂痕出嚟噶啦。同時啦，你會學識點樣校準直覺，做啱決定。因為所有人咧，只要去做啱決定嘅話，佢可以好輕鬆賺到錢。我哋好多學生咧，佢哋話投資賺好多錢咧，全部都係源自於直覺做嘅決定嘅。用頭腦炒股咧，通常都輸錢嘅。另外都會俾個框架你啦，點樣你可以最快時間啦，去變成一個高能量版本嘅自己。當你變成高能量版本嘅自己，你自然會得到佢本身擁有嘅財富感情嘅。相信大家而家已經明白到啦，吸引力法則其實係量子力學嚟嘅，但係你要實踐到先代表你領悟到。正如我哋已經見過八卦圖幾千年，但係而家先明白呢啲就係量子糾纏嗰個畫面嚟嘅。各位女士，時間係我哋最矜貴嘅成本啦。如果你而家顯化係喺樽頸位嘅，
你願意再用多幾多青春時間自己去摸索，定係喺工作坊入面幾個鐘頭內就可以意識到可能你可能10年5年都見唔到思想上嘅盲點呢？如果你覺得我而家好好嘅，唔需要任何改變嘅，原地踏步都 OK 嘅，可以忽略呢個影片嘅。但如果你好似過去嘅我啦，覺得自己想改變，自己知道自己值更加多嘅，唔想一世係咁，但係你真係唔知道有啲乜嘢棘住你，真係去睇呢個 QR code 或者點擊嗰個留言嘅連結啦，咁去報名嘅。而家報名仲會有早鳥價，只要你點擊個連結啦或者 QR code 啦，你就會揾到聯絡到助教，助教就會幫你成功報名噶啦。喺我哋馬年之前啦，大家一齊做一次量子飛躍式嘅突破，令到你可以2026年真正財富量子飛躍式突破。拜拜。